嚟到2026年，屬蛇嘅朋友過咗蛇年本命年嘅多重變動之後，馬年係時候重新出發，穩步上升啦。特別係在職嘅人士，正財運好唔錯喎。今年我哋馬年呢會有一個好好嘅吉星助力，就係叫六分星，代表住我哋係在職受星嘅朋友會獲得唔錯嘅收入，特別係績效獎金啊、分紅獎勵呢啲等等同你工作相關嘅正面收入，今年都會有所提升。所以職場上面嘅朋友要好好表現，係多勞多得嘅一年。馬年我哋都會有3個凶星係要注意一下嘅。一係病符，代表一啲少少嘅病痛；另外仲有亡神的煞，呢啲都係代表家宅嘅健康同埋一啲小問題。以上呢啲問題呢，其實都係可以通過立春前後將屋企嘅各個位置佈置好嚟解決嘅。總嘅嚟講，屬蛇嘅朋友喺馬年可以多啲關注通過事業發展獲得唔錯嘅報酬，係收穫滿滿嘅一年。而感情方面呢，就會比較平淡，單身嘅朋友可以重新出發，主動出擊，積極爭取發展關係。同時最重要呢係要照顧好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。我哋會不定期咁樣分享各種嘅乾貨，帶大家唔走彎路。祝屬蛇嘅朋友馬年升職加薪，萬事大吉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